永远去去恨，而应该是去记录这段历史，想反思一下战争是怎么来的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不管它是战争怎么来的，战争是怎么来的，而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。当年的侵华日军到底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？30万人是没有数据支持的，确实是这样。当时有很多这个30万人是从一个人的笔记里面大概估计，也有估计3000的，有估计2万的，有估计50万的，有估计7万的。那最后解放之后，这个中国历史学家找了其中一个人的话语30万作为南京大屠杀的数据，然后一直保存在保留下来。中国做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。所以昨天我在看这个南京大屠杀突然大规模宣传的时候，我能首先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然开始攻击，可能就是因为日本这次抵制冬奥会。第二个就是他说日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存活61人，我又想起了我们老师说的那个事情。你现在能统计出这61个人，起码那30万人的名字都统计出来。很快，这个女老师就会当众的痛哭流涕，然后发视频，因为她这个事儿还真不是小事儿，是国家层面和历史意志这一块，她把这个事儿惹大了，看她怎么收场吧。